我幫邪術落咗個簡單嘅定義。首先，邪術係出於肉體嘅行為，係墮落人性嘅表現。我用咗3個關鍵詞：操縱、威嚇、支配。邪術嘅目標係控制人，要佢哋跟住你嘅意思去做，而且係用唔正當嘅手段。邪術同背逆係一夥嘅，係人類背叛上帝嘅結果。第二，邪術係屬於3彈嘅超自然宗教，有好多唔同層面同階段。喺好多國家，行邪術嘅法師叫做巫醫。你喺地球上揾唔到一個地方嘅人未接觸過邪術，特別係古代。而家全世界有好多地方，邪術仍然好盛行。第三，我哋講到教會入面嘅邪術，呢個係撒旦嘅一大傑作。保羅寫信俾加拉太人話：無知嘅加拉太人啊，邊個迷惑咗你哋呢？佢哋被迷惑嘅證據就係耶穌喺十字架上成就嘅功勞焦點已經模糊，所以佢哋得唔到耶穌為佢哋爭取到嘅所有好處。邪術喺教會運作，迷惑人心，主要造成2個結果：第一係依靠肉體，唔依靠聖靈；第二，依靠肉體嘅結果就係律法主義。我咁講冇誇大其詞，好可能嘅係大多數教會都符合呢個描述。教會已經轉離超自然嘅恩典同聖靈嘅大能，開始靠人嘅方法同努力，仲死守各種律法同體制，